大家好，我係金夢田遠線。今日嗰考題研究5則歷史照片，9方路、5方路線腳錯位，水門居中。今期係 13.1。嗰兩張照片呢都係同一張嘅，一張叫做甲，一張叫做乙。我就會用清晰嘅張去做考證講解。嗰度甲啦，睇到係9方路。咁我哋上幾期都講到啦，就係凡係涉及到9方路、5方路嘅，我哋都要注意。我哋要按照舊嘅道路劃分去做呢個思考，就係我哋要按小南路為做分界。小南路往東係5方，小南路往西甚至往北係9方，咁樣先至可以考證嘅。跟住就嚟望嗰張月啦，咁就好明顯嗰度呢有一隻轉角，係嘛？同時呢嗰度有一條路，所以呢可能係一個丁字路口或者十字路口。我哋望一望轉角嗰度啊，嗰度 I 我叫做 I， 我哋放大睇。我嘅第一感覺啊，我就見呢嗰度呢係有一道黑色嘅落嚟，有一笪黑落嚟，而且呢落到嗰度線腳嗰度。我第一感覺我就認為呢嗰度呢係一隻水門，佢係一隻水門，然之後呢水門旁邊嗰度呢係有少少白嘅，證明係有一埲牆。咁樣呢就有可能係呢一種水門居中對稱嘅呢一種表現。我之前都講過，問過騎樓呢，大多數嘅水門呢都係居中對稱嘅。我哋就望到嗰隻啦，係嘛？嗰隻嘅佢嗰度搭隻梯，嗰隻梯咁啱佢就喺騎樓嘅中間，所以呢佢就對稱嘅。咁樣嚟嘅話呢，嗰隻係水門嘅可能有一定嘅可能性。同時呢，我可能就唔知係咪有啲靈機啦，或者係有少少想像啦，即係我見到嗰度位置啊，同嗰種窗啊，即係佢嗰隻窗咁樣，好似有好多線排開啊，我就啱啱見到呢個棟建築呢，佢似乎存在豎向嘅呢一種外凸條狀形成框架，即係點樣講呢？我見嗰種紋理啊，好似佢有豎向嘅呢一種一條條咁樣從上至下落嚟嘅，就相當於佢嘅立面似乎係有豎嘅柱做框架，然之後呢隔咁遠呢有一條框架，隔咁遠呢有一條柱，中間呢就有窗，中間就係窗開，咁嗰啲呢就係一線一線開嘅窗，即係呢一個可能更多嘅係我嘅想像，或者係我嘅呢一個主觀意圖。反正嘅我睇到嗰度嘅，我就係咁樣思考嘅，嗰隻就係我嘅直觀感覺。咁我呢一個直觀感覺呢，就馬上聯想到咩？就馬上聯想到呢一度，冇錯，即係反正我就係咁樣諗嘅，就係可能有少少思維嘅跳躍，但係呢，我就係將我嘅整個思路呢同大家講，就係我馬上就諗到嗰度位置，5方線路口呢一棟 B 啊，叫做丙啦，就係呢一棟嗱。我哋見到嗰棟呢，佢就係有嗰種豎嘅，係嘛？豎嘅呢個框架，然之後呢有少少嘅向外凸嘅。反正嘅我睇到嗰度嘅，我就係諗到嗰度位置。咁嗰度呢係佢嘅正面啦。同時我哋見到呢，嗰度呢都係有水門，係嘛？水門係居中對稱嘅。咁嗰張呢係側邊照，咁嗰張嘅角度呢同嗰度呢係嘛？即係直觀上呢就有少少相近啦。就見到呢個度呢係有少少似嗰度啦。咁嗰度呢就係我第一個嘅聯想，就有可能諗到呢係呢一檔位置。我哋再翻舊照片啦，我哋睇嗰張月，我哋將嗰啲騎樓排開，就從轉角嘅檔開始叫做1。我哋就發現咩呢？發現1、2兩檔線腳錯位，嗰度放大睇，嗰度係1，嗰度係2，嗰度係1嘅線腳，嗰度係1嘅呢一條橫梁嘅下緣，嗰邊係2嘅線腳，嗰度係2嘅橫梁下緣。我哋發現呢，1嘅線腳對過嚟，佢係錯開，同2線腳錯開嘅1、2線腳錯位。另外呢，1嘅梁下緣同2嘅線腳呢，咁啱佢係對齊嘅，嗰兩支係對齊嘅。呢一個錯位係我觀察到嘅。另外3線呢，佢又係錯位嘅。嗱，嗰度係3，嗰度係4，嗰度係3，嗰度係4。3嘅線腳你要輔助線過嚟，你會發現呢，佢似乎同4嘅線腳呢有少少嘅間隙，所以呢又係錯位嘅。呢一點呢，線腳錯位係我觀察到嘅呢一個細節。咁我哋後啱先認為可能
呢一張丙呢同 B 咧有少少同舊字變相似，咁我哋再嚟摸一摸佢有咩特徵啦。我哋發現喺嗰度佢係錯位嘅喎，1、2、3、4嗱，1、2個位置放大睇嗱，同啱先講嘅情況一樣嘅，就係1嘅線腳同2嘅線腳錯開，2嘅線腳咁啱同1嘅橫梁係齊平嘅。同時咧3、4啊，3、4又錯位喎，嗱嗰度係3、4，3、4嗰度係3，嗰度係4，3嘅線腳個橫畫過去，發現同4嘅線腳咧係微微啲錯位嘅。我哋咁樣嚟對啦，呢一個係舊照片，呢一個咧係懷疑嘅呢一個地點，係嘛？見到咁呢一張咧就比較清楚嘅反映出兩者嘅呢個線腳錯位嘅對應，係嘛？呢度比較清楚嘅反映。呢一度係1、2嘅錯位，同時嘅3、4錯位就喺呢度位置嗱，嗰度3、4錯位，嗰度係3嘅線腳，嗰度係4嘅線腳嗱，錯開少少嘅。呢一度咧係今日嘅呢一個懷疑嘅位置，丙3嘅線腳同4線腳錯開。咁嚟我哋通過呢種線腳錯位係嘛，咁樣推測咧，可能 A、B 咧佢有可能咧真係同一檔。咁既然同一檔啦，我哋再睇一睇今日嘅 B。今日嘅 B 佢有啲咩特徵？今日嘅 B 我哋係嘛睇到呢種鹽拓非常大、非常華麗嘅嚇，然之後咧呢種雕花好非常精美嘅，咁上面咧女兒上仲有呢種咁樣嘅線腳雕花裝飾，同時咧亮嗰度係嘛，亮嗰度呢一度係亮嘅陽角，咁女低咧嗰度都係做得到個，嗰度係做得到個，見有到個，咁嗰種咧喺我哋往期都講過好多次嘅，嗰種咁樣嘅特徵咧就係問過騎樓嘅特徵，所以咧個檔 B 佢就係問過嘅騎樓，咁樣咧有可能佢就喺舊字片當中咧出現，咁樣嚟話咧 A、B 可能真係同一檔，佢呢個嫌疑性咧係加大嘅，所以我哋就得隻小結就係咧呢一個乙丙可能係同一度地方，同時咧呢度 A 咧有可能咧即係呢一檔 B， 我哋就通過呢一種線腳錯位，呢個水門居中，同埋呢一種我嘅呢種主觀或者想像嘅推測嘅呢一種條狀嘅豎向條狀嘅呢一種有呢一種嘅柱體框架，就係呢一個框架形態嘅相似。通過呢幾點咧，就認為可能佢兩者咧係同一檔。咁就係今日嘅呢一個五方線搭路口。咁講到嗰度啦，我哋再睇佢嗰度甲嘅描述。你唔係話9方路咩？點解你話係5方嘅？係嘛？咁嗰度我哋又要諗到啦。實際上咧，我哋係按照舊劃分嘅，舊嘅劃分咧係按選南路劃分，所以咧我哋呢一個選南5方路口嘅位置咧，佢係有咁樣嘅可能性嘅，因為佢有咁樣嘅可能，因為我哋係按舊道路劃分嘅。咁蝙蝠嘅限制咧，今期我就先講到嗰度先，咁就下一期我哋就挖掘更多嘅線索，去考證論證嗰度位置到底佢係咪係5方選南路口。咁就先講到嗰度先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